香港要1年時間研究規管網約平台，內地已經發展到無人駕駛網約車，亦都引起爭議。近期喺湖北武漢街頭，不時見到呢款無人駕駛網約車。現在我們點一下屏幕上的開始行程，它就開始啟動了。車費方面，例如5公里嘅路程，收費大約係2個半到6蚊人民幣。有用戶話，有時甚至比搭巴士仲要平。百度旗下嘅蘿蔔快跑目前喺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同武漢等多地運作，進入武漢市場近2年。由於價格相宜，亦都冇出現兜路等嘅問題，因此成為唔少武漢市民日常出行嘅新選擇。武漢而家有大約400架蘿蔔快跑嘅車，覆蓋全市530平方公里區域。有報道話，每架蘿蔔快跑單日可以接到20張單，同的士司機每日嘅接單量差唔多。內地傳媒報道，武漢唔少的士司機認為蘿蔔快跑用低價搶客，令到近期生意跌至以往嘅一半。報道亦都引述當地的士車行話，近期有超過1成司機申請退車，估計情況會持續。對於被指以低價搶客，百度早前強調，做無人車係為市民提供新嘅出行方式，並非為咗搶的士同網約車司機飯碗。而當地嘅市場監管部門話，無人網約車車資係市場調節價，未納入政府定價範圍，所以無權干涉。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永報導。